12月19日，禮拜五。羅馬書1章1至7節，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，蒙召為使徒，奉派傳上帝的福音。這福音是上帝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，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，按肉體說，是從大衛後裔生的；按神聖的靈說，因從死人中復活，用大能顯明他是上帝的兒子。我們從他蒙恩，受了使徒的職分，為他的名在萬國中使人因信而信服，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。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，為上帝所愛，蒙召作聖徒的眾人，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。默想主題：蒙恩與蒙召。保羅喺基督耶穌裏面確立咗自己嘅身份同埋使命，係蒙召成為使徒，並且奉差派宣揚上帝嘅福音。呢個唔單止係佢個人嘅身份認同，更加係佢整個人生嘅方向同埋召命。我哋因着上帝嘅愛同埋恩典而被揀選，分別為聖，並且領受咗從主而嚟嘅呼召。你又喺邊方面嚟到確信自己係上帝所愛，係一個蒙恩嘅人呢？你又點樣嚟到活出蒙召嘅身份？喺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聆聽上主嘅微聲。當主呢一刻嚟到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要啲乜嘢，你會點樣回應呢？就將你嘅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嘅時候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嘅時候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諗到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，慢慢嘅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念誦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